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日是2023年1月初2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7节，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到第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的军队者。前礼拜六受邀请参加一位即马住伫加拿大的教会囡仔的婚礼。伊甲伊的先生分别对台湾以及香港来到伫加拿大工作移民。因熟悉了后，也拄到即个武汉肺炎的疫情，但是即个疫情并无甲因拍败，也是甲因阻碍。因已经伫加拿大来先登记，前个月台湾的即个疫情的管控放松了，因就倒转来台湾，举行结婚感恩的礼拜。我伫结婚的感恩礼拜中间，甲因祝贺，我提到着讲，因两个即马咧经历着、体验着亚伯拉罕信心的旅程，因为因也受到上帝的呼召安排，离开因本地、本族以及老爸的家，因去到伫上帝遐，上帝带领去到一个得到福气的所在。虽然咱讲上帝带领因，亲像亚伯拉罕共款，要进入伫蒙福之地，但是咱知影这个过程并毋是遐尔轻松简单。这也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被称作信心的老爸的原因。因毋知影要去倒位，也毋知影结局会安怎，但是因相信有上帝的应允，所以因就来军队，因就勇敢来向前。信心的军队者，咧讲着亚伯拉罕的后半性命。但是咱应该讲军队上帝的人，基本上拢需要爱有信心才是。因为人若无信心，就毋知影明仔载将会安怎。咱搁一摆来回顾着圣经的记载，上帝安怎甲亚伯拉罕来呼召？圣经记载，上主对亚伯拉罕讲：你要离开你的故乡、亲族，甲你老爸的家，到我所要指示你的所在去。我要互你的子孙济济，因要成做大国。我要赐福互因，互你大有名声。安尼，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祝福你的，我要赐福互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因。我也要借着你赐福互万民，这不但有蒙福的应允，更加有上帝的呼召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来军队，伊也呼召伊成做别人的赐福。重点伫后面。亚伯拉罕受到呼召，需要付出真正的行动，也呼召伊的时阵，伊就必须爱来对上帝行。圣经佮记载讲，亚伯拉罕75岁的时阵，遵照着上帝的指示离开赫兰，路得也缀伊去。亚伯拉罕带伊的太太撒来，伊的侄仔路得，以及因伫赫兰所拥有的财产甲所有的奴隶，来往迦南出去。因到伫迦南了后，亚伯拉罕继续伊的旅程，
来到伫事件的所在，摩利的圣丘附近。迄个时阵，迦南人还佫住伫迄所在。上主阿伯兰显现对伊讲：“我要将即片土地赏赐互你的后代。”阿伯兰伫迄个所在，伊来显现的上主起一座祭坛。所以咱知影，真正要得到福气的人，着爱有行动力，愿意互上帝来改变，愿意遵照着上帝的指示去行，愿意跟对上帝的脚迹。安尼生命，咱称做是信心。遵行上帝的旨意的军队者，咱就称因做信心的军队者，是信心的老爸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的见证。希伯来书嘛咧讲着，安尼信心是啥物？信心是对所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未会看见的事会通肯定。古早人会通赢取着上帝的儿女，就是对因相信上帝。希伯来书第11章也提到几个对伫信心的即个军队者。即个例内底，咱有看见，伊讲，因为信心，所以咱知宇宙是借着上帝的话做成的。安尼，迄看会到的是对遐看袂到的做出来。因为信心，阿伯比该恩献搁较好的祭物互上帝。伊借着信心赢取着上帝的儿女，被称作义人。因为上帝亲自欢喜接纳伊的礼物，伊虽然死也犹借着这个信心来讲话。因为信心，伊落通无死，伊被提升到伫上帝遐去，无有人会通找着伊，因为上帝接伊去啊。圣经讲，伊被提升以前，已经得到上帝的欢喜。人若无有信心，就袂通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凡若是到伫上帝面头前的人，拢必须爱信上帝的存在，而且信伊要报赏找求伊的人。因为信心，若阿伫还袂看见的事顶悬来听探上帝的警告，做一只大船，救了伊甲伊的一家人。安尼，伊就定迄个世代会做，家己也对上帝领受了因为信来有的义。对伫信心，阿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呼召，去到伫上帝所应允要赏赐互伊的所在。伊离开本国的时阵，并毋知影要去到伫倒位。借着信心，伊住伫上帝所应允的所在，伫外地做人客，跟甲领受上帝上款应允的以撒甲雅各住伫迄个场边内底。因为阿伯拉罕望着迄个坐伫上帝所设计去做永固根基的城。因为信心虽然煞来未生，也过了生育的年龄，但是伊犹原得到生育的能力。因为伊相信上帝会持守伊的应允。咱在迎接2023年新的一年的时阵，咱必须爱有信心来军队，必须决志要遵行上帝的旨意。
必须爱会通付出行动，真实来军队上帝的脚惹。咱有够额的信心决志来军队上帝吗？咱是毋是愿意将性命主权交予上帝呢？若准愿意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得到福气。因为交托上帝，伊就替咱来负责，就要带领咱。虽然咱毋知头前的路是怎样，就要束福音，因为咱来顺服。诗篇20篇，愿上帝伫患难的日应答你，愿雅各的上帝甲你藏伫悬的所在保护你，愿伊对圣所帮助你，对錫安扶持你，愿伊会记得你一切的所在，接纳你的烧化祭，愿依照你的心所爱赐福予你，成全你一切的计划。愿要因为你的得胜来唱歌，愿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。愿上主成全你一切的祈求，但我知上主会救伊选立的王，会对伊成的天应答我，用伊正手的气力，予伊大胜利。有人挖靠车，有人挖靠马，毋过阮只有夸口上主，阮上帝的名。伊会太师倒落去，阮会太阳徛在在。上主啊，求你互阮的王胜利，阮求叫的时，求你来应答阮。恳求上帝坚定阮的信心，互阮会通伫生活顶悬，无论拄着任何的代志，拢学习坚定信靠上帝来得胜。求主帮助阮伫新的一年继续坚定来军队，赏赐阮气力，面对阮所拄着的困境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